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廚房。今日我哋做越南肉雜。越南肉雜係一種傳統嘅越南肉類食品，好似西方啲火腿或者係香腸咁樣，係越南菜肴中最常見嘅配菜。廢話唔多講，開始製作。豬里脊切去肥肉同埋啲筋膜，切成血純嘅瘦肉，切成細粒。呢度係越南魚露，加入白砂糖、胡椒粉、貓打粉、粟米澱粉同埋清水攪勻。呢係切好嘅豬里脊肉粒，我分開我2個盒，係要方便佢冷凍嘅時間會縮短啲。將調味料平均分喺2個盒裏面，浸泡住啲豬肉粒，上蓋冷凍2到3個鐘。好似咁樣，啲肉粒稍微變硬，就放入去絞肉機裏面打成肉泥，大約打咗60到90秒左右。打好啲肉泥係帶有黏性嘅，仲係掛喺個機壁上，同埋會黐住個匙羹嘅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，請點讚、訂閱、分享我頻道，並撳埋個鐘仔啦！你嘅鼓勵同支持係我繼續嘅動力，多謝晒！將打好嘅肉泥放喺保鮮紙上面，包緊佢，形成一個圓柱狀。一定要推到嗰啲肉泥係緊實嘅，魚兩邊一定要擰緊，或者用繩幫佢紮實，又唔係佢陣間就露出嚟啦。咁有兩邊擰緊，最後包上一層錫紙，滾水落鑊，中火蒸20到30分鐘。時間是肉卷嘅大細而定嘅。蒸嘅過程中，肉雜會受熱膨脹，睇下撐爛張錫紙啦。我哋打開一個嚟睇下，肉雜係緊實 Q 彈，低脂健康嘅。或者煮一碗麵條或者米粉，配上幾塊，係一種唔錯嘅簡單而美味嘅選擇哦。如果食唔晒嘅話，就用保鮮紙分成細份，用保鮮盒裝好，冷凍保存。我下次做越南腸粉會用到呢個肉雜。今日就做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喜歡我嘅影片，請點讚訂閱我嘅頻道。感謝觀看，拜拜。